我哋活喺一個好嘈嘅世界，但又好似咩都聽唔到。有冇一種聲音可以穿過歲月，直達心底？聲音係時間嘅密碼，我哋唔係保存過去，而係打開雙面嘅門。如果繁榮係不斷向前衝，我哋想拉一拉你嘅衫袖，聽一聽，未來可以由聲音開始連接。我哋嘅聲音旅程即將正式啟航。HSBC 乘 JA 青年創業體驗計劃創意市集，依家創夢闖未來。3月7號同8號，約埋朋友仔一齊嚟啟德零售館1同埋2，支持我哋嘅自家設計，到時見。